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9节，约书亚记第6章22节到27节，马太福音21章23节到32节。今日是2024年9月14号，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禁忌。信心是甚么？希伯来书11章讲得真清楚。信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信心不足的人，伊会质疑上帝，质疑信仰，也亲像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质疑带领因出埃及的摩西，因信心不足。伫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就马上失去信心，质疑着上帝的仆人以及上帝。约书亚记第6章22节到27节，提到着上帝的应允甲改变。约书亚重新强调着上帝的改变，伊讲：约书亚甲迄两个探仔的人讲，恁入去迄个娼妓的厝，照恁对伊咒詛的，带迄个妇人人甲所有属伊的人出来。迄两个做侦探的少年人就入去，带拉合甲伊的老爸、老母、兄弟姊妹，以及所有属伊的人出来。因甲拉合的亲情拢带出来，带伫以色列的营外。以色列人就用火烧迄个城甲内面所有的，毋过金银以及铜甲铁的器具，拢收入去伫上主厝内的府库。约书亚保全娼妓拉合，伊的老爸的家属，以及所有属伊的人的性命。因就住伫以色列人中间，直到今仔日。因为拉合有闯约书亚派来探查耶利哥的侦探，迄时约书亚就抓警告讲，若有人中间耶利哥城，就会受到上主的咒诅。迄日地基的时会死大囝，安城门的时就会死煞尾仔囝。上主甲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名声传遍全地。上帝真明白来命令以色列人袂当中建耶利哥城，是袂当质疑的哦。不只是出来及的以色列人质疑摩西、亚伦以及上帝。伫圣经的记载中间嘛有济摆以色列人质疑上帝的事，比如讲约伯拄着困难了后就质疑上帝。也伫新约福音书记载，咱也看见这市长甲民间的宗教来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。伫马太福音21章。经文的背景就是因为耶稣洁净圣殿，咒诅无化高手，引起着祭司长甲长老这个人对耶稣基督的质疑。马太福音21章23节到32节记载着同车时的情景。耶稣入去圣殿伫教示人的时，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来伫伊遐，对伊讲：你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代志？什么人互你这个权柄？耶稣因讲：我要问恁一个句话，恁若甲我应，我才甲恁讲我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代志。约翰甲人洗礼的权柄，就对倒位来？是对天，还是对人？因互相议论讲，
咱若讲对天，伊会甲咱讲安尼，恁是安怎无信约翰？咱若讲对人恐惊群众反感，因为因拢想约翰是先知，伊就因耶稣讲，我毋知。耶稣甲因讲安尼，我嘛无要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来做遮个代志？耶稣讲，恁想安怎？有一个人有2个囝，伊去甲大囝讲，囝，你今日去泡汤做工。大囝应讲，我毋去，后来改变心意去。老爸嘛甲第2个囝讲相款的话。第2个囝讲：“阿爸，我来去。”后来无去，这2个倒一个是有照爸的意思去。因讲大囝，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报税甲娼妓会比恁较大声进入上帝国，因为施洗约翰来恁遮，只是恁行正路，恁无信伊。毋过报税甲娼妓有信。”甚至恁看到了后，也无后悔来信伊。这位上帝权柄的人，无论讲什么话，都拢袂相信啦吼。因嘛袂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，袂顺服上帝的诫命去行。佮较有可能亲像前几工咱所讲的迄种知行无合一的人，安尼讲甲出开嘴泡，却无行动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9节，我听上主，因为伊听我的声，听我的恳求，伊爱耳孔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伊。死亡的锁捆绑我，阴府的痛苦牵着我。我有拄着患难忧苦，我叫上主的名讲：上主啊，求你救我的性命。上主有恩惠，有公义，阮的上帝有慈悲。上主保护单纯的人，我生惨落魄的时，伊有救我。我的心神啊，着恢复安宁，因为上主一直有在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互我的目睭无过流目屎，互我的脚无过绊倒。我要伫上主的面前，继续伫外人的地来生活。咱刷信心。当咱拄着困境无路通行的时，求主帮助咱坚定相信，毋通心存质疑，愿意军队，愿意听主到底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